再来看高雄市阳明国中的手球队哦，今年要去水电比赛，为着要装出国的经费，家长是带囡仔去路边卖花募款哦。也毋过有人质疑讲，这款行为恐惊违法。也毋过高雄市社会局是表示讲，球队募款哦毋免申请，所以无违法的问题。学生囡仔家己制作房仔，伫街仔义卖剪姜仔花。高雄市阳明国中手球队为着要募集出国比赛经费，由家长带8位囡仔，顶礼拜连续2天伫街仔义卖募款。有民众搁甲影片铺伫网络，也引起讨论。认为学生要出国比赛，搁爱家己募款，也有人质疑伫路边义卖，若无申请，可能违法。期许未来呢，假如有类似这样要筹措经费哦，义卖的活动，希望都可以就是能够合乎社会的一个法令，对。那学校这边会再去跟家长做一些沟通。根据社会局款务条例，若是要募集财务，也是接受捐赠行为的单位，关系到无特定多数人的利益，爱伫21天之前来申请。不过，针对这届阳明国中学生囡仔行为，因为因是特定对象的募款，所以并无规范伫条例内面。我们初步了解，伊是为着那个球队嘛，是一个特定的对象。的特定需求，所以它不符合不适用公益劝募条例的规范。校方表示讲，学生家长伫108年就开始有募款的活动，今年球队要去水电比赛，学校有向中央申请到4万块的经费，只是经费无介济，家长嘛是好意，要教囡仔一寡道理，才会举办义卖活动。针对民众质疑，未来学校会跟家长再讨论，敢要继续办。记者张友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